他是一个淳朴而带有神秘魅力的藏族歌手，他是一位能自由游走在流行和民族之间的实力唱将，他是一位用心歌唱的心灵歌者。今天他带来一首在藏区广为传唱的歌曲，来赞颂他心中那片拥有纯净心态的雪域高原。青海是我的家乡，我的家里有一颗美丽的蓝宝石，那就是青海湖。小时候我来青海湖，它就像一面镜子，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蓝天白云碧蓝的湖水，就像一幅画，美丽极了。虽然现在青海湖依旧还是那么美，但它的沙画越来越天是蓝蓝的，也不见一个白色的垃圾，然后那个野生动物过得更好一点，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像他们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他们在我心里是一群最伟大、最可爱的人。我看见一道彩虹，掠过马蹄眷恋的草原。我看见颗颗细粒，早已让多么恬静安详。我听见一声汽笛，掠过芳菲牧歌的毡房。我听见万里江涛，黑金河在欢快地歌唱。蓝天白云下，放季梅朵为你盛开，南来北往的风，伴着牧歌与你同行。是我生命的家园，梦中的绿洲是我生命的家园。我也去过青海湖啊，我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地方。可是刚才呢，在看那段电视短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我们心目中这片梦中的绿洲，好像存在着一些危机，是吗？对，因为这次去那个青海湖边看那个南迦大哥的时候，是因为听说青海就是从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和现在的青海湖有很大的反差，就是沙化很严重。然后那天去了以后呢，看到的是有南迦大哥他们这样一群一直努力保护青海湖的人，一直在保护青海湖，现在沙化不是那么严重了。没错，非常感谢南迦大哥也
更感谢所有在关注着环保的人们。对对对。那我也想着，更重要的是要感谢你，感谢央金，因为今天呢，把我们大家带到了一个关注环保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作为我们从事艺术的，因为你们的传播力是很大的，用你们的歌声传播文明，传播爱，传播善行，传播更多的人，呼吁更多的人来保护环境，特别是民族地区的环境太需要保护了。谢谢，谢谢观察员。自己感觉今天不好，就是自己练的时候和今天晚上的有一点点出入。